这对好基友今天一起来了。今天这么闲啊，你们两个手牵手一起来，该不会真是有一腿吧？姐姐，你说什么呢？我们两个是纯洁的。哟，不知娘娘平日里对字画可有偏爱？哎呀，我小时候啊，画苹果像梨，画鸡像鸭。怎么突然问这个呀？江十舅的画就在你的药柜里。胡说！怎么着？没完没了了？我是干那种偷鸡摸狗的事的人吗？他说的也许是实情。绿蝶，你去我柜里看看，有没有他们说的话。本王是相信娘娘的，可是皇上命本王彻查此事，总要有个交代。对了，我顺便提一句啊，作为一个女人，你白天不注意言行也就罢了，但夜晚对一个女人的前途来讲太重要了。哎，你的睡相太差了。你又偷偷溜进我房间。哎，你放心，我就是想看看你的被子盖好了没。我除了看到你的丑态，我没干别的。娘娘，你的药柜里真的有一幅画。要如何处置此事，一切皆听娘娘的安排。本王大可装作什么都不知道。不用你替我担这么大的责任，一人做事一人当。到时候有什么你就直说，不用护着我。咱们现在去找齐胜讨个说法。看来我命九弟查的事情是有结果。回皇上，这幅画的确是在兴圣宫找到的。皇后会有什么话要说吗？我这个人最讨厌被人冤枉。我跟你说啊，你们谁也别想黑我。这幅画确实是在我宫里找到的，但不是我偷的。你可有什么证据？证据没有，要命一条，你看着办吧。你倒是破罐子破摔起来了，难道要让朕自证清白？九王，朕命你查办此事，你却如此办事不力。要不是朕安排的密探已经告诉了朕，是有人夜里偷偷将画放进兴圣宫的，你岂不是要让皇后娘娘无辜蒙冤，让朕错怪了她？臣弟知错。果然是有人故意陷害我。你告诉我这个人是谁，我非打得他满地找牙。是江氏。想必是妹妹记错了。这件事到头来也算是真相大白，我也没什么损失。皇上，您千万不要责怪妹妹了。如何处置，我自有分寸。哎呀，处置什么呀？还不是你那幅画闹的。你说你又不是张大千，干嘛到哪儿都留幅画呢？朕是在练自己的丹青技艺吧。以后啊，你不管到哪儿，只要在那门上刻上“齐胜到此一游”就行了，用不着画画那么麻烦。现在想来，齐胜早就知道江氏有意要陷害你，然后他再有意派我去查，因为他早就料到我会一无所获，他只是想证明我无用罢了。九王，你千万别这么想，你已经在第一时间赶来跟我商量了，我知道你是在顾及我的感受。从这件事便可以看出，齐胜只是想证明他才是你的依靠，而本王无权无势，靠不住的。九王，我既许诺，便会重诺。娘娘当真这么想？这宫中的大小事情都是心机，都是算计。我能有个值得信赖的兄弟，我当然会选择信赖的。现在就只希望江氏和皇上不要因为这件事影响感情，他们感情越好，对我们越有利。
娘娘，就此别过了，日后你定要多加小心。聊什么呢？笑得这么开心？哎，娘娘，您快来看呐！娘娘们把皇上的画像都拿出来了，供大家欣赏呢。我还真想看看这艳照到底长什么样子。来，娘娘，你先看看人家的。就这，还丹青？说好听点是抽象派，说不好听的，这简直就是一坨翔嘛！娘娘，您看我这个，每个娘娘都有一幅。原来暴走漫画的鼻祖是他，真是皇上的粑粑都香啊！可怜的僵尸了，还一直把这视为珍宝。娘娘，还有我们的呢。是皇上来了吗？娘娘，皇上并没有来，您该喝药了。你给我滚出去！是。